夫妻間不經意舉動暗示情感變化的6個瞬間，捕捉愛的細微線索。在婚姻的漫長旅途中，情感的波動往往藏匿於日常的瑣碎之中。那些不經意間的舉動，就像是情感變化的信號燈，悄悄傳遞住愛的溫度。今天，我們就來聊聊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，卻能深刻反映夫妻情感變化的6個瞬間，幫助你捕捉愛的細微線索，重新找回那份屬於你們的溫情。第一個瞬間，餐桌上的對話。晚餐時分，你們圍坐在一起，聊聊今天的工作和生活。如果某一天，你發現話題變得單調乏味，甚至有一方開始頻繁地低頭看手機，這可能是情感疏離的信號。試住放下手機，主動分享一些趣事或困擾，看看對方的反應。如果他能認真傾聽並給予正面的回應，說明你們的情感依舊深厚。如果他只是敷衍了事，甚至表現出不耐煩，那就需要好好聊聊了。記住，餐桌上的對話是情感交流的重要時刻，別讓它成為沉默的戰場。第二個瞬間，睡前的小習慣。睡前，你們是否還有互相道晚安的習慣？是否還會為對方留一盞燈？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動作，其實蘊含住深刻的情感。如果某一天，你發現對方開始獨自關燈入睡，不再等你，或者連一句晚安都省略了，這可能意味住他在情感上有了距離感。不妨主動打破這種沉默，睡前聊聊心事，或是給他一個擁抱，讓溫暖重新回歸你們的生活。第三個瞬間，購物時的選擇。逛街購物時，你們是否還會為對方挑選禮物，或者是否還會在意對方的喜好？如果某一天，你發現對方開始只專注在自己的需求，不再考慮你的感受，這可能是情緒變化的徵兆。不妨試住主動提出為對方挑選禮物，或分享自己的喜好，看看對方願不願意回應。購物時的選擇往往反映出一個人內心的真實想法，別忽略了這些細節。第四個瞬間，爭吵後的態度。爭吵在婚姻中在所難免，但爭吵後的態度卻能反映出你們的情感深度。如果某一天，你發現對方不再主動求和，甚至開始冷戰，這可能意味住你們的情緒已經出現了裂痕。這時，不妨先冷靜下來，再主動溝通，找出問題的根源。記住，爭吵後的態度是檢驗情感是否堅固的重要標準。第五個瞬間，家務分工的變化。家務分工往往反映出夫妻間的情感狀態。如果某一天，你發現對方開始推卸責任，不再願意承擔家務，這可能意味住他在情感上有了變化。不妨坐下來，好好聊聊家務分工的問題，看看是否能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。記住，家務事雖小，卻能反映出一個人對家庭的責任感和對伴侶的關愛。第六個瞬間，對未來的規劃。當你們談論未來時，對方的眼神是否仍充滿期待？是否還會將你納入他的未來規劃中？如果某一天，你發現對方開始迴避這個話題，甚至對未來不再有任何規劃，這可能意味住他在情感上已經漸行漸遠。這時，不妨主動提出談談未來，看看對方是否願意與你共同規劃未來。對未來的規劃是檢驗夫妻情感是否穩固的重要標準。婚姻是一場漫長的旅程，情感的波動在所難免，但只要我們用心去感受，去捕捉那些不經意間的舉動，就能及時發現情感變化的信號，從而取措施，讓愛情重新煥發光彩。記住，愛是需要經營的，別讓這些細微的線索成為你們情感的絆腳石。試住主動溝通，注意對方的感受，讓你們的婚姻生活更幸福美滿。